嘉义太保的花卉节2月初2才要开始，不过菊花花甲百日草已经开甲真水咯。啊，高雄的三拿有这个日头花卖姜，嘛是开甲水当当。对空气机翕落去，所看到是规片的日头花。我再先悬起来，看原来这片花海是一个占地3公顷的卖姜，用摆出来就用做道路。首先来看迎接游客的是，这是高雄山林的花海节，以日头花为主题，1月27开园到2月初3，免费入场。另外，也有这个小市集通踅踅的，有花海，也有嘉义太保。但是出一点仔小状况，原本2月初2才要开始的活动，早在半个月前花拢已经开好啊。半个月前，保湿局嘛已经拢大开，即马轮到百日草。红色的、黄色的，开甲五花杂色，非常水，嘛吸引不少民众。骑车刚好经过，就停下来看到这个花海很漂亮。暖冬加上无落雨，花蕊拢提早开，但是有美丽景色咧，游客自然就会来。相关单位嘛真无奈，只好当作是先拍广告，希望大家春节期间若袂记你来观赏花海。